我是廖永平，我即马是台语系的学生。到今，我也是真介意落雨天。到今，我也是真介意落雨天。虽然无法度亲像较早，甲阿公做伙享受落雨天。我是对小学5年的时阵开始投入这个演讲比赛。迄个时阵我是透过校内赛的比赛，了后经过学校的初选，了后代表学校去比赛。迄个比赛是教育部主办的全国语文竞赛，所以伊伫咧比赛进前，伊拢会有3个题目互你。落伫树叶啊，滴滴答答。咱出世伫一块美丽岛屿，有山。阁有水，四季的变化，互咱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。我印象上深的，就是我抽到细汉时阵的囡仔伴，迄篇歌就是咧讲我较早细汉时阵的囡仔伴，也阁有细汉时阵趣味的代志。迄个时阵。因为是抽到我一上介意的题目，所以我去台仔顶表现的时阵，真侪裁判拢感觉，这个故事真深实、真趣味，所以迄阵就得到第1名的成绩，迄是我第一摆比赛。迄当阵就是阮透早拢有升旗的典礼，就是爱唱国歌迄类的，了后唱了就会有颁奖。迄时阵1年到4年这个之间，我就感觉，我的朋友哪会拢遮尔啊厉害，拢会当上台去领奖，我就感觉足欣赏的啊，所以我就有一个目标，我一定爱徛去你台仔顶领奖。所以我迄阵我就真拍拼，就是拄啊好有演讲的这个机会，就比老师训练，然后就摕到袂歹的成绩，就完成我这个目标安尼。咱今仔日来练习这第6段，这第6段昨我有先念一遍互你听，今仔日呢，你先来念一遍，来。阮这阵囡仔伴嘛，定定做伙耍老师我袂记啊。国家，就是咱定讲的捉迷藏啦。好，来，再一遍。阮这阵囡仔伴嘛，定定做伙耍国家。大概嘛换我做鬼。永平国校的时阵就足乖，咱若咧教训练啥物、甲教啥物吼，伊拢乖乖啊听，较无啥物意见，真认真真乖。即马较大汉了，我感觉伊互我感觉是一个足甘心的囡仔，嘛足有家己想法的囡仔，就是讲伊未来要创啥物，伊拢家己会做一寡打算。对家己足有想法，嘛足有执行力，就是讲家己想安尼要做的时阵，伊就真认真去打算。对，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厝边的迄只狗仔，伊叫做勇哥。好，咱今仔日来练上台，上台的时阵迄现场的工作人员会叫你的号码，然后叫到号码你才开始行，3号，请上台。演讲比赛摕到好成绩了后，就开始建立我算是上基础的自信。然后安尼，逐当比我的实力嘛一直在进步。比到即马，其实就足有自信的，因为你会当伫即地得到好成绩，就是互我后摆面对不管是啥物代志，我拢会。先勇敢踏出第一步。我的兴趣就是写诗嘛，因为写诗我感觉会当互家己的心情放较轻松咧，而且会当
真简单来记录我生活的一寡代志，因为我真介意将生活中较特别的代志记录起来。啊，毋过我感觉我阁是一个较无耐心的人，所以我嘛较袂去写日记。啊，毋过写诗你会当一句一字，就是安尼短短啊，就会将有一个意象。啊，咱甲即几句话甲串联起来，伊就是一个会当完整记录迄当时发生的代志。所以就变成讲写诗变成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个小趣味的活动。自细汉我就是阮阿嬷带大汉的嘛，对无？就是我感觉我甲伊的关系，就是豆豆啊，较早是妈孙啊，毋过即摆我感觉是较转变做是亲像敢若朋友共款，因为阮两个拢会定定安尼搭喙啊，讲一寡有诶无诶，我嘛会甲伊分享我生活中诶代志，因为阮自细汉就足亲诶。啊，毋过我即摆诶阶段，就是阮两个角色有淡薄仔相换，就是较早伊带我，即摆换我带伊，我愿意就是陪伴伊面对一寡伊身躯顶诶辛苦病痛。啊，你即摆感觉阁有苗糖阮？啊，敢有足悬？5年煞袂记诶。真诶哦。伊讲袂记，我嘛啊，对啊，啊，毋是，若介悬了安尼。其实我最近就感觉，阮阿嬷其实伊变老足济啊，我就想讲，我会当有啥物物件会当甲伊记录起来，而且会当对阿嬷表达感谢的意思，所以我有写一首诗是要互阿嬷的。啊，这首诗我主要是咧讲记录我一开始出世，伊就真认真咧甲我摇饲。啊，人拢是望囝生龙，望女生凤。啊，毋过伊总是甲我讲，啊，你只要平安快乐就好啊。所以我的名我叫做永平，这个名就是伊号的，因为就是感觉我平安快乐就好啊。对，啊嘛确实，我到即嘛拢足平安快乐的，所以我嘛有甲这个部分写入去我的诗作内底。民国87年，我晚来出世，迄天开始。不管暝甲日，你拢尽心咧摇饲。人讲望囝生龙，望女生凤，你总是望孙平安佮快乐。感谢你赐阮永平这个名号，互我平安行向人生的路。多谢你台语的种子下了深，如今。我才通摕伊来博演，摕伊来修成。台语若亲像你送我的手指，我袂甲放袂记，因为伊是咱生活的印记。阿妈，你感觉我的文笔好无？好。真诶假诶？真诶啦！啊，你伫厝诶，我伫厝诶，你毋是拢讲这，我拢咧三咧黑白写对无？啊，我都毋捌你。对啊，你伫厝诶拢足爱甲我搭喙诶呢。我讲啊，你写写啥？对啊，哎呀，啊，就是今仔日我是希望讲，我会当透过这首诗来感谢讲你这几年诶照顾，对嘛，望讲你会当身体健康，食饱哩，对，会当愈食愈老。加油，记得啦！阮这真乖啊。自细汉就是因为阮阿嬷带大汉的嘛，因为是大人拢伫外口咧做生意，所以我甲阿嬷拢用台语咧沟通。因为阿嬷伊无受过教育，所以伊敢若会晓一个语言就是台语。所以其实阮即马逐工嘛是拢斗阵拢做伙，所以我拢用台语甲伊沟通。过去阿嬷拢会用台语教我真侪人生的道理，所以讲我即马我嘛望讲，我会当用台语继续讲我的故事互伊听。